地价税是政府每一档向土地所有权人课征的税金，根据地用途，一般用地的基本税率是10%，会随着地价总额累进到59%，自用主体用地适用2%较低税率。台南市财税局提醒，要伫咧9月22之前提出申请，才有优惠税率资格。第一就是讲哦，咱爱迄个属于是土地迄个本人配偶直系亲属所有的房屋，然后呢，伊迄个本人配偶直系亲属设户籍伫遐，搁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爱无营业无出租，这三样经符合了，咱搁来，咱就符合自用主体，咱搁来看讲哦。咱都市土地就是300平方公尺以内，非都市土地700平方公尺以内，伊这个是一个限制啦吼。然后呢，搁有就是咱本人配偶迄个未成年受抚养的迄个啥亲属，才当1户尔。符合3大要件甲2项限制，经过着核准，会当伫11月开征的地价税当中，帮助家己省下4倍以上的税金。即马申请管道相当多元，除了临柜办理，民众唔免出门，嘛当透过网站的申报服务，轻松完成申请。搁有另外一种，咱若讲咱对网络咱对网络咱无习惯，咱其实会当去阮税务局的每一个分局，比如迄个台南分局、新化分局、新营分局、嘉义分局、安南分局遐，你临过去申请，你来到遮，咱当然讲者写者申请书写伫遮放者就好。财税局提醒，申请期限剩无1个月，若是超过日期无办理，就要等到后一个年度，呼吁民众把握时间，避免错过这些机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